今日係國中國小開學嘅日日，許多乃上週任體嘅小那國小，你係長到26屆學生嘅。今日開始，呢群小朋友對甲線國小來上課，因為係新嘅環境，所以成日呢會取得有上手嘅感覺。到咗下課時間，先生係彈弓將小朋友留下來做心理輔導，希望記得夾到適應新嘅環境。詳細現場信息，連線本記者回應。好主播一下記者啲甲線國小地度，照理講7點鐘嘅時間，小好嘅學生嘅，但是就不用好嘅。唔過小那國小嘅學生嘅，還可以留頭教室地度，因為小那國小嘅先生愛到發呆嘅時間，批定幾下掉，俾第下掉做空壓鋪頭，來看現場幾方面。出題課嘅鋪頭，小那國小韓國甲線國小嘅先生，未為針對學生嘅做心理輔導，希望佢哋夾到嘅行出陰霾，來看人哋採訪報道。等你媽媽來好吧？好，行進來。小妹夜天拜離開阿妹去學校上課，都唔慣，竟叫定愛請阿妹。年紀較大嘅成人嘅獨立照顧自家冇問題，唔過小那國小嘅學生嘅藝術能力前讀到嘅三個模特朋友經驗嘅層面，雖然對生死離別嘅感受還冇暗沉，唔過同學唔見得咧，確實會知道懂故事。在小林國小有14個，來甲線剩下3個。那你覺得會不習慣嗎？會。因為來到陌生的環境，其實小孩子說他心裡不想，這是騙人的啦，還是要心理重建啦。因為後續的問題是這個是最重要的，一剎那之間就跟同學永別的那種感覺，他們都會懷念，都會懷舊，心會很痛啦。不要再問了。呢度本小那國小嘅學生嘅做地卡咗地位融入前嘅教研成法，行出88歲仔帶來嘅陰霾。學校局決議咩先生，未為特別注意，見到嘅心理狀況，韓國行為有冇正常嘅情形冇？不像大人是遇到一些痛苦的事情，他沒有辦法講那麼清楚，所以我們會借由一些，比如說繪畫治療、一些其他的治療方面去輔導他，把他內心那種不安或者是痛苦的情緒，把它抒發出來。因為他們是第一天開學嘛，然後可能第一天才會住宿啊。那假如有的話，我們再密切注意這樣子。那另外比較專業、比較細緻的部分的話，可能要請他們專業團體來幫我們做。除咗提先教內先生嘅心理輔導，國縣市政府沒有成立心理諮詢中心，比如重突心理創傷嘅人提供經驗諮詢。另外，未會持續長期追蹤輔導，因為無論係家人也係心理重建，就需要一段時間，天天內來進行，創傷集中得完全嘅平復。下個新聞，連篇要持必定高雄甲線嘅採訪報道。